后来乡亲啊，这个婚林嘛发生着暴力的事件。光头白日，离一间 KTV 的停车场，10个拍2个。即摆传出讲，其中一个姓颜的少年呢，就是当地议员颜旭武的后生。颜旭武是出面来解说，讲后生是去做公亲，结果是公亲变事主。伊讲伊后生的头壳嘛，互拍甲天8尖。到底是教场协助，或者是教场去助阵？警方是低调无说明。婚林馆长张立生讲，会针对8大行业加强查缉。5来个人提棍仔来拍一位穿黑色衫的查甫人，伊互拍倒在地，想要闪嘛拢闪袂过。阁有一位穿短裤的查甫人，手提一支空气枪对黑衫人的头壳拍。中部地区阁爆出烧牌事件，这是伫婚林后尾一间 KTV 的停车场，伊是双方人马查拍伫当场爆出冲突，阁讲有议员的后生涉案。接到一通电话，然后出去无案件，然后说有人被砍杀，然后他过去，他下车要当和事佬，才没有说2句话，对方就拿枪要开，这样演变打成一团。涉案的颜先生是民进党的婚林县议员颜旭武的后生，做爸爸的亲身说明替后生解说，连颜先生的阿嬷嘛跳出来替孙仔发冤枉。这时代嘛做怨叹，你讲拄着状元来冤歹啦，毋是咧佚佗呢，事主我好像公亲变事主，变事主啦。不过颜先生敢是无辜的，警方讲案件要来侦办，无要加做说明。针对个案警方基于侦查不公开的原则在做说明。那我们警方已经针对所有的联检抽查全部启动了。针对辖区内底连续爆出暴力事件，馆长张立生嘛要求警方要加强8大行业的联检调查。只是身为议员的后生牵涉到暴力事件，恐惊嘛已经让社会大众留下负面的观感。